内政部有公布2023年人口统计，去年出世的婴仔只有13万5千多人，这是比去年减3000多人，这是出现历史上的新低。有学者是认为讲，因为即马薪水低、厝价悬，致使真侪少年人唔敢结婚、唔敢生囝。囡仔伫台顶表演活泼个歌水，为着提升生育率，台东县府宣布今年增加推动专访为妇幼健康照护方案，包括每一位有新的婚姻人有我1万个产前体检补助，希望鼓励少年阿母生育。那台东县也加做15位连续2年新生儿正成长的关系。养小孩那么贵这样子，然后但是这次看到县府还有卫生局就是有补助这么多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心动。不过，台湾少子化问题尤为严重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今年2023年总人口数是2342万多人，比前一年增加15.5万多，将至2020年以来人口负成长。其中人口增加率上悬的是金门县基础系统及新德县，今年新生儿人数是13.5万多，是比前一年减少3000多人，各创下史上新低。妇产科医师表示，现代人囡仔生得少也生得晚，就算是2年民众无过有抢生量囡仔的有估今年2年出生率也无啥乐观。在往年1个月，我们的接生的婴儿数在这个医院可能就超过200个，那可能现在1个月接生的人数是在50以下。龙年来讲，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期待，所以一定要生个龙年的小孩。或者是认为加薪高房价工时长，也是影响民众结婚甲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，而且不结婚的人愈来愈多。我们成年的女性不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如果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迟婚不婚，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，那生育率还会再更落地、更下降。或者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匈牙利甲爱沙尼亚的催生政策，像政权的结婚津贴、生2胎、增加薪资补贴等，也要加起一寡社会主体，减轻经济负担，才会当让少年阿母愿意生养囡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